今年11月，这国际奥会要含沙乌地阿拉伯的奥会合作举办头一届电竞奥运会，台湾也会组队比赛。目前台湾现役的职业选手才200个。体育署讲，今年要推出类黄金计划，栽培这重点选手。不过学者是认为讲，台湾的商业制度，也有职业化市场，也是需要较专业的，才有机会和北国来徛起。冲冲冲！拍怪使用武器，正受科技大学电竞系校队的队员，哪怕拿受精证书。遐那无后的副控室，同学做导播，OB手还阁有音控师，大家拢无用气气。大家拢抓准讲，迄电竞敢若拍电动尔，以后就出来佚佗。但是电竞是有足侪发展啊！我伫咧电竞是做主持人较侪。这几年电竞哪来哪受欢迎？根据统计，全台湾有成立电竞相关科系甲课程的大专院校甲高中职超过200间，现役的职业选手200多个。今年11月份，台湾嘛去沙烏地阿拉伯参加头一届的电竞奥运会，比赛3大项目：竞技运动甲传统运动模拟游戏，阁有非运动类的传统电子游戏。不过，眼前台湾的挑战未少。台湾这商业制度，咱这职业化吼。市场较无遐全面，较无遐全面，就来讲，咱今年开始，咱嘛是，咱这职业联盟嘛是含东南亚、越南，还有澳大利亚，哦，还有日本，合起来，咱即摆伫台湾的比赛。主要跟韩国跟大陆比起来的话，我觉得他们的人口基数比较多，所以这方面的市场也比较大。政府也好，或者是民间企业也好，他们比较愿意去支持这一块。学者嘛表示，过去台湾电竞活动伤过注重实体，线顶看直播的观众嘛行袂出台湾市场，佮包括这几年未少外资组织伫咧东南亚，影响咱台湾的企业无法度永久投入资源。体育署伫咧今年买设类黄金计划，全力栽培精英选手，减少人才流失。然后奥运会国手的名单，就要等主办单位公布比赛细节项目，咱就会当开始组队经国手路。记者阿明金为这高雄报道。